每日要食一個奇異果啊，又或者每日食個火龍果啊，甚至乎係飲呢個嘅西梅汁啊，呢啲方法去通便又得唔得咧？頭先講嘅嗰幾樣嘢咧，佢都係糖分偏多嘅，未必係每一次都有效咯。即係呢個方法唔係每一次都有效，咁啱嗰一次有效，咁你就會覺得佢會有用啦。咁亦都有試過有個病人咧，佢係經常係飲西梅汁嘅，因為西梅汁天然啊嘛。咁啊，跟住之後每日咧都要飲即係大半杯嘅西梅汁，咁跟住之後先去廁所。咁曾經試過佢有一次咧，就係佢飲咗成 lit 嘅西梅汁都好啦，佢都去唔到廁所，相反個肚啊，直情係谷到脹到咧，佢好辛苦，到最後咧，佢真係要食瀉藥去將嗰啲氣啊、嗰啲水分啊，去瀉咗出嚟，佢先至可以舒服到。咁所以呢一啲方法唔係話唔得，但係不過我哋頭先亦都有講過，太甜嘅嘢咧，佢係有機會去即係殺死一啲嘅好嘅乳酸菌，令到一啲好嘅益生菌咧變成一啲壞菌嘅，佢會令到我哋會有肚脹啦、肚谷啊呢啲嘅問題，所以未必係一個完全好有效處理便秘嘅問題咯。咁而相反，你話纖維方面嘅話咧，我會相對建議咧係食蔬菜，新鮮嘅蔬菜嘅纖維係會比較好啲，因為糖分咧係相對比較少嘅。咁蔬菜嘅纖維量咧亦都會相對比較高嘅，而生果咧佢個纖維量咧係比較少，但係相對嚟講咧佢個糖分咧係會偏高啲嘅。